Hello， 大家好，歡迎又翻到嚟阿婆有嘢講。呢隻河馬真係網癮好大啊，忍都忍唔到啊！自從鋪完2個 video 之後呢，又連續出咗3個貼文喎。節目開始之前，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免費訂閱同埋歡迎你哋留言啊！嗱，咁啊講呢個3個貼文之前，又講一講佢個 video 啊。咁啊見到嗰個陳山啊，即係加拿大陳山啊，有留言喎。而家睇睇呢，加拿大嗰個陳山呢就講啲咩啊？咁啊佢就話親愛嘅葉小姐，香港實在太多黑粉啦，真係呢欺人太甚。希望你呢快點來加拿大這邊生活，這邊呢好多中粉等候你啊，見粉絲會面喎。幸好你真係可以把握啊呢啲咁嘅證據留下來拍低啦。之後下次開庭一定呢要將啲證據交俾法官，了解你嘅情況。交咩俾法官啫？講真，呢啲嘢唔可以直接交俾法官噶嘛。你當自己啲咩鄉下嗰啲法庭啊、衙門啊，定係祠堂啊，直接交俾法官，你係咪傻噶？今次陳山呢就又講啦，舉頭3尺有神明，我們都很相信壞人一定會有他的報應。咁啊呢個壞人咪講緊係河馬咯，河馬一直都係做緊呢個壞人啫嘛，又襲擊可伯啊，又假結婚啊，又同呢個蔡生佢有癌症啊，即刻離婚啊，又要分佢身家，咪壞事做盡咯。呢隻河馬講真，而家講緊呢啲壞人嘛係河馬係咪啊？咁啊呢個陳生真係呢自打嘴巴。其實而家呢刻仲講咩去加拿大生活啊？如果萬一河馬要判刑啊，要坐監啊，或者係緩刑咁樣都好啦。如果留有案底啊，根本唔好話講加拿大啦，其他好多國家河馬要去移民啊，其他國家都冇可能可以永久居留啦。另外法官啊唔會參考呢網上嗰啲咁嘅片段嘅，尤其是咩 YouTube 啊、Facebook 啊等等等等。講真，法官呢淨係會參考呢警察嘅搜證啊、醫療報告啊、證人嘅口供啊，呢啲咁嘅就會考慮啦。嗰個咁嘅 video， 你就算經律師啊交上去之後，再俾呢個律政又俾埋法官，你咁多個程序要做嘅，咁講真，你去到法官嗰度，法官係咪真係睇呢？你都要過咗律政嗰關，甚至乎你自己法援律師嗰關先啦。究竟呢啲係入邊有啲咩證據先，同呢單案件有冇直接關係先？因為睇翻呢2個 video 入邊嘅內容，根本就同呢一單咁嘅互毆案啊，係完全冇直接關係嘅。根本呢2個 video 就唔可以咧做一啲附加嘅證據㗎。所以我相信呢個咁嘅陳山呢，咩加拿大陳山都係嗰啲呢冒牌貨啊，又係啲文化水平唔高啊，好似阿河馬嗰啲咁樣啊。所以講啲嘢呢，全部唔合邏輯嘅。好啦，咁而家就要講下呢一個呢。河馬佢嗰幾個貼文啊，即係鋪喺呢個隨富思維站嗰個最舊嗰個已經係19個鐘頭之前啦。咁佢就話有人問孤獨是好嗎？如果我們找不到合適的人，遇不到真心的人，咦做咩啊？全部句號嘅，呢咩文法嚟㗎？也等不到那些堅定選擇呢啲由句號，那就一個人走吧，又句號，一個人走完又句號，自己的生命道路又句號。咁係咪即係話自己唔使走，你係走完條路，係咪即係玩完咁嘅意思啊？跟住讀埋落去先。李漢啊，一個人的孤獨是自由，逗號，兩個人的孤獨連自由都沒有，逗號啊，呢啲就叫做 OK 啦。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因為單身掉了性命，句號，但卻有人句號選擇另一半，句號而滿地雞毛，逗號。所以有時候失去比擁有更踏實，句號。哎呀，都唔想講落去啦。之後句句都係句號句號。咁最後呢，就係關係當中卻活得像個逗號孤家寡人，句號就是孤獨的自在，句號都求而不得，句號。真係句號玩完啦。真係唔使講咁多嘢啦。呢個河馬真係呢啲文化水平呢，點樣寫文章㗎？你 copy and paste 都錯？定係你自己喺度亂咁打完之後係咪都句號
哇！你真係呢個河馬真係有問題啊！真係哇，點講啊？淨係睇你啊河馬一段文章，我已經覺得睇完之後好辛苦啊，讀都好辛苦啊，所以真係唔怪之得你個河馬真係小學3年班都未畢業啊！真係，而家就要讀埋河馬另外一個貼文先啊！咁啊，佢講呢，婚姻越差嘅女人呢，福報越大。聽過這句話嗎？問號啊，正常嘅文法啦。咁但係前邊呢，福報越大呢係句號啊，真係有啲問題。我告訴你，有很多被壞男人傷透心嘅女人，逗號，其實他們都是老天爺，句號，做乜句號呢？追着餵飯吃呢？其實婚姻越差嘅女人，日後呢有越大福越咩？容易大富大貴。我知啦，國語嗰個呢個福呢，一幅畫個福呢，就係都係富嗰個拼音，應該係大富大貴，句號，即係。check 下清楚啲字啊，啲字都寫錯埋。總之呢幾句嘢呢，全部都係句號句號句號。我們有大量嘅數據證明句號，一個女人越是婚姻越不順的句號，她內在的黑色生命力句號非常之旺盛，逗號，而且她的性格哇唔掂啊，句號句號，簡短啲唔好讀晒啦。即係後邊咧話咩？你會風生水起啊，所以姑娘，今天你所受嘅委屈啊，以後都會變成你嘅底氣，你的靈魂，你在塑造你的過去，讓你嘅痛不欲生嘅背叛，這些事情都會逼着你成長，讓你在絕望當中自強自立，句號，直到有一天啊，又係句號，獲得你想要的結果，句號。喂，點樣啊？成段文章入邊句號多過逗號，結構上真係，哎呀，唔該阿河馬真係，喂，就算你想寫嘅，你唔該整清楚啲標點符號，唔好整到錯晒啊！唉，咁好啦，而家讀埋最後一段啦，真係好辛苦啊！讀佢嗰啲咁嘅文章嗱，佢嗰段就話，情感專家話，一個心地善良嘅女人，如果她嘅前半生呢，有遇到那個心痛她的、懂她視她如寶的男人出現，那你要相信她的後半生一定過得很幸福。老天從來都不會辜負一個善良的女人，一定有個像太陽一樣溫暖的男人，踏着七色彩雲來到她身邊，好好愛她，照顧她。邊個人會咁樣好好愛他照顧邊個啊？照顧你個河馬，大佬，如果真係有人咁樣啊，咩搭着咩彩虹走嚟照顧你個河馬，嗰個男人係盲噶，都睇唔到你個咩吓，外表又唔得，內在美又唔得，樣樣都唔得啊！淨係成日識得諗住係點樣呃錢啊、呃神騙鬼啊、假結婚啊，係咪？唉，好啦，咁啊好辛苦，好辛苦先至咧讀完佢呢3個貼文啊。讀又辛苦，我諗你哋聽都覺得辛苦啊！所以呢，河馬嗰啲咁嘅貼文呢，我諗其實你哋網民呢都唔會特登走入去嗰個隨富思維站度睇啊，因為其實冇乜謂，所以我都其實冇訂閱嘅，我都係就咁打個字入去睇，睇完之後呢，就覺得哇，你突然間又有啲咁嘅新嘢出嚟，全部都唔合邏輯。Copy and paste， 但係又文法錯，又逗號又錯，句號又錯，都唔知你想點。所以呢個河馬最叻嗰樣嘢呢，就係呃男人錢啊，假結婚啊，咁啊阿可伯嗰啲咁嘅嗰對咁嘅金嘅龍鳳鈪啊，勞力士啊，2卡嘅鑽石戒指啊，仲有咩嗰個電腦啊，係呃埋呢啲咯吓，仲有金錢龜。所以河馬拎上去陽光大約係30萬港幣嗰啲呢，真係計翻條數呢，就應該係呢將嗰啲咩嗰啲勞力士啊，咩嗰個龍鳳鈪啊，同埋嗰啲咩鑽石戒指啊，拎去套現之後呢，可能大概都係呢個數。所以加埋之後呢，點解呢？佢就應該係將嗰筆錢呢拎咗上去陽光嗰度啊？應該喺套現之前呢，就首先呢就買定咗一啲珠二繩嘅嘢啊，譬如喺深圳揾啲唔知乜鬼 A 貨 B 貨啊，嗰啲鑽石戒指求其喺啲唔知爛鬼檔攤度揾一隻類似啊，但係冇咁閃嗰啲啦嚇。咁之後嗰個龍鳳鈪呢，又話唔知有人去咗邊啊？咁可伯就戇居居咁樣就可能冇質問啦，見到你手頭上都係有隻
戒指喎，咁啊以為係嗰隻戒指啦，係咪先？老眼昏花。咁另外電腦啊可伯呢啲唔識噶嘛，係咪？咁嗰個平板電腦咁啊，即係求其呢，原本係9000幾蚊，咁啊全部都係呢嗰啲可以係點啊？如果你未開封嘅，可以退翻錢啊，甚至乎嗰啲咩金器啊、鑽石戒指啊、勞力士手錶啊，全部你有單據呢，就7天呢，就係無理可以全額退還嘅。咁你諗下啦，退下啲錢咁樣之後，咪變咗嗰啲咁嘅所謂30萬咯。咁啊，另外可能加埋鬼鼠屏有啲唔知嚇係咪服務金啊、服務費，定係嗰啲係同阿平一齊去諗住係上網人哋嗰啲類似阿岑山嗰啲呢，有啲真係攞一沓可能幾萬咁之後，同阿平分完裝之後，加埋嗰啲數就全額係30萬咯。呢條數咁計落去就真係通喎。另外講翻河馬，即係希望佢快啲直播啊，唔好淨係 upload 2個 video 啊，出3個貼文咁簡單啊嘛。嗱，有傳就話河馬唔識撳直播，應該就唔會啦，因為嗰次呢，阿餡伯接受呢個花生哥訪問呢，就係話阿河馬就拎咗嗰個平板電腦去唔知深水埗黃金商場買一個鋪頭仔，好平嘅價錢，有人幫佢做好個 set up 之後，好簡單就係撳個掣就可以做直播嘅喎。嗱，佢之前做直播都係咁樣噶嘛，點會唔識呢？係咪先？撳個掣好簡單就可以做到直播噶啦。所以呢，有理由相信河馬就好識直播嘅，即係而家忍唔住手，係咁谷住，係咁忍住道氣，而家真係爭一日呢，幾時爆出嚟呢，就要撳個掣，真係直播呢。嗱，直播佢又唔通報一聲先呢，咁啊冇人知道佢直播㗎，係咪先？但係如果直播佢又唔知識唔識呢，將個直播嘅片段重新 upload 上去，咁啊要睇下佢自己個思維有冇咁高啦。嗱，咁我哋而家呢就好期待河馬真係呢會撳掣直播啊！真係想聽佢呢，如果直播會爆好多嗰啲內幕佢同阿門呢個鬼鼠屏嗰啲嘢之後呢，忍唔住呢係咁講晒啲內幕嘢，因為你知佢個網癮啦，以前好大噶嘛，係咁做直播，多謝粉絲寶寶，多謝粉絲寶寶，咁之後咁樣呢就收課金噶嘛，咁但係而家都冇用啦，佢而家都未開通盈利，咁啊賺唔到錢噶，佢只係呢為咗個網癮所以上網呢就開個直播啦，快啲啦，我哋等緊你噶河馬，我哋知道你忍唔住噶，你快啲撳掣直播啦，或者錄啲 video 都冇所謂㗎，po 上去咯，係咪先？講下你嘅心中情咁你嘅內心嘅世界又講下啲粉絲寶寶點樣對你好咩呢個美國黃叔加拿大陳生越南阮志豪又講下你同岑生唔係岑小姐嗰啲嗰啲內幕嘢係咪即係你諗住又再點樣計劃去其他男人錢甚至乎你可以講下你嘅理想之後坐完監之後放監出嚟會點呢？發展你呢個網紅嘅事業究竟之後你會喺香港發展定係過街老鼠翻上去大陸呢？咁你諗下啦，你自己要講下你個計劃，你有 plan 噶嘛？你唔可以就咁乜嘢計劃都冇，你冇 plan 嘅，你以後個生活點樣落去啫？係繼續諗住係男人錢即係搞呢啲中港假結婚集團定係想點樣你要講出嚟俾人知噶嘛？法援律師都唔知批出嚟係點樣，究竟而家你呢單案你如果係唔認罪嘅，法援律師係覺得冇得打嘅，係可以拒絕唔幫你接呢單 case 嘅，你明唔明呢？咁之前都講過啦，根據之前手頭上警察嘅搜證醫療報告證人口供等等呢啲咁嘅嘢，就算冇律師陳官一樣可以判到你罪咁起碼就3年起跳咁之後如果你唔認罪嘅，扣埋假期你都要坐2年半。咁好多網民講就話坐多啲啦，坐5年啦，唔好話5年啦，1年已經可以平息呢個民憤啦，係咪可伯就可能會認罪嘅，咁河馬呢就堅持唔會認罪啦。如果萬一呢，可伯真係認罪，係咪真係會還押呢？定係會加大嗰個保釋條件呢？嗱，因為其實還押呢一單案嚟睇呢，都唔係咁可取嘅咋，因為未去到嗰啲話咩謀 S 案你呢啲都係叫傷人17啫。
最高其實係判刑7年啦。咁講真，河馬唔認罪嘅話，咁究竟陳官係咪可以有權可以還河馬呢？嗱，呢個答案係可以嘅，因為可以根據咧之前嗰啲咁嘅證供證據搜證口供咁所有嘅嘢，同埋餡伯嘅傷勢，因為餡伯啱啱入咗去醫院做小腸氣嘅手術啦，都係啱啱做完啫嘛。有人喺入邊因為醫院影到餡伯嗰個傷勢啦，哇，條傷痕都頗大嘅喎。咁但係另外呢，嗰日咩5月30號完咗之後，河馬第日上庭，講真佢頭都冇包紮，你諗下流出嚟嘅茄汁係邊個嘅？咁大家就知道啦，嗰啲血係邊個㗎啦。嗱，而家呢，餡伯做完呢個小腸氣手術啦，咁之後出完院係咪真係會攞一個結婚證明書嘅副本去房署度唔知做一啲手續呢？甚至乎呢個喺呢個廣東省係咪要揾人上去 check 一 check， 做一啲咁嘅調查究竟河馬嗰啲咩結婚以前嗰啲嘢因為蔡生嗰啲都係撲朔迷離咁另外有傳呢就話佢同何志華係真係結婚嘅，河馬仔真係同何志華生嘅。咁呢樣嘢何志華就係嗰個佢嘅前夫啦。咁呢個何同就係2006年喺內地出世嘅。咁呢啲資料就算喺友台度聽到啦。咁就算冇呢啲咁嘅資料，其實呢喺網上查呢都查到嘅，試過用 AI 呢都揾到呢啲資料。但係咪真係確實呢？咁就要進一步再睇一睇下一步有冇啲消息再傳出嚟啦。咁而家我哋呢有2樣嘢係好期待嘅。第一就係河馬會唔會直播？唔直播呢都起碼呢即係拍啲片講啲嘢啦，po上去 YouTube 嗰度呢俾我哋欣賞下、批評下、留下言，俾啲粉絲寶寶。中粉又好，黑粉都好。第二樣嘢，餡伯究竟係咪會去房署做一啲嘢呢？要睇睇下一步有冇消息傳出嚟啦。好啦，今次呢個節目呢就暫時講到嚟呢一度啦。我哋密切期待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個節目呢，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免費訂閱，介紹俾你朋友聽，同埋留言唔該。我哋下次見，拜拜。